其他消息来关心，故宫的文物碗盘摔破去，引起各界关心。最近，阁有立委咧也讲，其实伫马政府的时代，就捌因为100度要赔款的关系，甲这图加掉一轨。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、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今仔日就专工去故宫考察。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特别到故宫考察，针对进前故宫3有回文物破损，几内立委拢认为，虽然故宫有提出报告，不过疑点也真多，要求要有详细的证明。如何能够来证明它是自然破损的？又或者是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 SOP 或是适当的监视器的画面，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是它开箱的时候就造成这样子的破损？ 另外，这几天，有立委也康讲，故宫有一把清朝时期的黄河南州普教图，在2012年时要展出进程，迄当时的科长兼7点零，为了配合展图的尺寸，无照天数通报。 就甲官邸背侧的花翎两边拢拆掉一部分，故宫无听取相关人员，甚至传出有高层下令，甲这件代志做笔镜。故宫查七回应，当年的7点人员，即阵已经免检科长一笔，卖回溯调查，敢有人为损害，卖公开结果。针对故宫少年线文物损害风波，有立委提出故宫应该针对文物全面盘销。现在故宫营的这个典藏有70万件的文物。 应即刻启动整个故宫文物盘点的一个作业，确认故宫文物的状态，给国人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。立委安排库房视察，要了解文物提领的作业标准，另外嘛要了解蓝千三馆文物客局满期，敢参故宫扩建有关联，几个视察定数会进行到下晡。记者台北刘水台北采访报道。